交通的部分，今仔日国道有几个地点是塞车或者是出车祸，不过整个路草拢正常。明仔载就是29暝啊，高公局2高国道1号杨梅到新竹，彰化系统到保盐系统，还有国道3号土城到关西，这寡路段中到正常车会较侪。 过年的年假来到第3天，29暝前一天，高速公路出现反向的车潮，早起除了遮侪所在发生热浪、塞车，影响车流，嘛已经小连线拢排除啊。下晡国一南向杨梅到新竹遮的路段拢开始塞车，暗算交通量是108万车公里。国一南向湖口以及新竹路段都有车多拥塞的状况，而中部地区在国一南向台中系统以及彰化也都有车多拥塞的情形。 南部地区呢，则是在国十东江顶基系统的路段呢，也有车多的情形。另外，高速公路杨梅休困站正常是发生电动车拢分隔岛的案件，造成4死4伤，包括坐伫副驾驶座的某和后座的几个囡仔拢受到烧烫伤，病院当积极在替因治疗。高公局讲，确认休困站的人口设计拢有符合规范，未来嘛另外设建议，嘛提醒讲，莫伤过靠辅助驾驶系统，增加一些相关的警示设施啊。 包括标线啊、导标，都希望能够减少事故的发生。还是要呼吁用路人就是说，辅助驾驶的部分还是有它的盲点。另外，第28、29暝，高公局2股连假的前半段已经陆续分散车流，车流会集中伫顶半天。暗算塞车的路段有国一杨梅到新竹、彰化系统到保盐系统，国三是土城到关西这路段，拢暗算伫中道进前，塞车的状况都会消退。另外，国道5号嘛同款的塞车，2股交通量是92万车公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